根據這警政署的統計，今年1月到4月這當中呢，已經查到4725件食毒賽車的案件。其實這對咱台灣的交通安全這影響是真大。有立委是呼籲這政府來跨部會來合作，減少食毒賽車的亂象。因為這衛福部是回應講，會來修改煙害防治法，若准有這電子煙相關的產品呢，是來加處罰的。另外，嘛會加強治療，來降低食毒賽車的案件。警察駛入去巷仔內甲大樓，買着食毒賽車佮拒絕臨檢的查甫人，這是發生佇高雄鳳山5月30的案件。根據警政署的統計，今年1月到4月，全國查到4725件食毒賽車的案件。最近雙屍分大的食毒賽車愈來愈嚴重，有立委開記者會，希望政府下部會合作，減少食毒賽車的亂象。同樣的是，連走都走不動哦，你叫他走，他都走不動哦，肌肉會跳動哦。其實我們最擔心的煙彈的問題是在那1分鐘到1分半鐘，煙彈本身呢就跟一根煙非常帥氣的一個煙電子煙，它隨便吸2口之後呢，它第一個步驟會出現產生的是意識混亂，就是經常的斷片。專家指出，藥物伊多米勒也就是大家講的雙屍分大，會影響到意識甲判斷能力，賽車會失去控制，風險真高。另外，立委嘛表示，新型毒品的變化真緊，建議提升檢驗識別的能力，嘛要管理金流甲網絡管道來阻擋毒品。吸食幾個小時之後，可能就可以排出體外，就驗不出來。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儀器要更能夠提高它的靈敏值。各種社群平台，他們都用這些秘密的社團，毒品就公然的在上面交易。數發部應當要能夠有直接強制下架的這種權利。立委表示，未來就愛下部會合作，整合衛福部、交通部、甲警政署等等的單位，結合源頭的雜誌，檢驗到後續預防教育，減少毒品的流通，才能降低食毒賽車造成的危險。啊，那衛福部是回應，已經有規劃要修改煙害防治法，若有電子煙相關的產品，相關會罰1萬塊。同時，嘛會加強食毒治療甲轉介機制，來降低食毒甲食毒賽車的風險，做伙守護社會安全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